故事劇場，樹懶多多嘅時間火車。樹懶多多每一朝都要同時間去競賽，但係佢每次都總係跑輸。佢嘅動作天生就比較慢，食一塊樹葉都要咬好耐，着校服扣鈕又要扣好耐。每當佢每次氣喘喘咁趕到去雨林小學嘅時候，第一節嘅晨早閱讀時間都已經完咗咯。睇到同學好開心咁討論佢精彩嘅故事，多多就覺得好失落。有幾次同學仔馬騮仲講笑叫佢做遲到大王，佢個心好唔舒服噶。其實我都好想準時噶，但係朝頭早嘅時間總係偷偷咁留咗佢。多多好委屈咁同大嘴老師講，老師冇責怪佢，反而仲俾佢畫一個火車嘅時鐘。多多，朝頭早嘅時間就好似一列時間火車咁，佢唔會等人噶，但係我哋可以提前買好車票喺月台度等佢。老師教多多一個名叫做前一晚嘅魔法嘅方法。喺嗰晚瞓覺之前，多多冇即刻瞓低，佢反而先要着定整齊嘅校服放喺床頭，將書本同埋鉛筆放入去書包裏邊，甚至連早餐要食嘅果實都洗乾淨放好台度。做完呢一啲，佢先至安心咁瞓覺。第二朝，多多好驚訝咁發現自己唔再手忙腳亂咁喺度揾擦膠，亦都唔需要將着錯嘅襪再着過。佢好悠閒咁食早餐，孭埋書包。出門嘅時間比平時仲要早10分鐘啊！喺入到教室嘅時候，大嘴鳥老師啱啱先準備打開故事書，同學都好驚訝咁為佢鼓掌。佢發現只要提前準備，佢就可以穩穩妥妥咁搭上呢一班時間火車。